白公坳巴士站起步，經鳳徑到龍躍石間，走灰路橫山徑，未到龍躍石間前，先到熊貓石打卡，近路背攀上，最佳拍攝位置。熊貓石又名產子石塔，可以從底部爬上頂部，又是放航拍的時間。外形如賭蝦，登上石塔的狹窄通道，另一個角度來緩緩爬石塔，返回山徑繼續前進。龍躍石間的間口有一顆過江龍，上數龍躍石間，大石堆砌，偶有塔樹，間里長滿了巢穴。來到490分圓位，分圓位有一個壁瀑，今日乾爽可正攀，我們走又遠。回望，續攀上龍躍石間又遠，上面是千層壁，第一層看似容易，其實首位不足。攀上後橫移愛斜位，走出林蔭見開陽。第二層如乾爽不難攀上，手腳位尚算充足。千層壁，壁頂有塊突出的岩石叫龍首岩，左圓圓尾是龍躍崖，續攀上第二層、第三層。回望，如潮濕天會有滑青台，離開千層壁去找龍首岩。龍首岩的旁邊是龍躍崖，窮遠入林，向右邊登上山頂，走出林蔭踏草坡，迷你版自殺崖。下望剛從草坡攀上來，今日很大霧。留影，續向上攀，因大霧改變行程，轉走大石脊。途中回望大東山，280米轉右邊灰路，下走到東龍石間，經黃龍坑道到東涌市散。